每一次經過建造之路啊，就係開高速咧，偷九九人同你要買拍步嘅時，開自己包咧，也是偷九九，同條至高速公路至 B 頭啊，或者就高冇，明咩啊？檢證你我就準備過嚟拖嘅，至於咁樣同咗時間學華興啊，應該是明超啊，有 B 丁，睇下啊，只靠咩有需要，明超啊，領燒嘅，燒個合牌。只一街就梗係弄一零燒嘅去，門口燒零燒嘅，學大興啊，二零就啱啊，金開香菜絲，內牛絲做冇？哦，金開內牛絲做，啊，拜春拜就啱啊，另外做面，另外門口燒啊，二零啱啊。做挑明噶，做米丁做咩就全部攞啱啊！是能鋼面刷工啊！米丁叫教堂。金開香對牛絲做噶，我等時去紅刷人啊，南開紅刷人，推介串好應啊，伊是個大囝，佢個白，自己個囝，佢個叫做五嶺出人。之間呢就叫做西利，人大家水西。哦，另外就後擺就喺高速公路啊，下叫一車。佢個五菱出人，佢創好應呢，伊是個持旗蹦波哪位啊？之間你睇兩波就係蹦波喺擺表，可以排，嘅時位冇？